南苏人对饮食的坚持到底来自什么？文化嘛。到底是什么滋味？无咸无正，南苏人煞爱成这款。就是水煮，第二个海水。一尾肥乌会当变出什么款无同款的菜色？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啊。这鱼卵伫嘴内面咧跳舞。就山落海，南苏人就是有才调，找到大自然温煦的山珍海味。像我这种吃货的哦，没有什么哪一项这样，全部都好吃。敢若伫南苏才看会到的鸡卵糕，到底是什么款？不是一般人随便想吃就可以吃的。请锁定这礼拜的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味。